为8年副市长变成市长，新北市长侯友宜，伊讲即摆使到第一线拍伫涂骹，甲市民博感情以外，伊嘛家己讲袂使将即个政治放伫头前，也若无甚物款代志拢无法度做。最近3个月来，侯友宜拍拼解决都更交通的议题，虽然伊自称讲袂去管即个未来市长的排名安怎，不过却伫满100日进前呢，因为即个新的门牌引起争议，互市民骂甲变过，伊赶紧法庭。 唔是冲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嘛真够冲，这日天下晡到平南南山市已经是第5站啊。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有机专区？带新任的局处长听民意，侯友宜就这100天做真个代志。谢谢，感谢，感谢。超过116万票，57%的得票率，新北市长的选举侯友宜赢对手苏贞昌，要挖30万票。 副市长8年来，即刚开始是新北市长。例行性的行政会要主持，所以较无时间会当落来下乡。即马我只有把所有心力就放在行动治理方面。当市长，其实在第一线就时时刻刻跟市民要站在一起。 1月13上任较无9天，10至6年来上严重的塞车，网友一直骂侯友宜面切引用我是10指人，或检讨改进过程工，点到到10指大东路，争议20档的淡北道路第3摆宽屏，侯友宜嘛是到第一线去了解民怨。趴着，不是跟地接触而已，要跟人更亲近。所以咱做市长免给他讲遐做天高皇帝远的事情啦。 咱好啊，做咱家己很务实的代志，当场做指示，当场回应。要拼人，免惊人骂，合并新北126加上山海线2人政见。苏贞昌、侯友宜、金山、中角线主管公开讲台，拼冲赢基地。双北市长会面达成共识，新北本所地下汇率为每日4角降到3角6，拼淡北大道。 期待我们下次再相会。淡江大桥甲总统蔡英文做伙剪彩，要拼2024年以后通车，那立法拢必须是好朋友。所以中央甲地方本来就爱合作啊！你也无前辈，你搞政治意识形态看人监管的时阵，你什么代志拢免做，真的就没有思维跟道理了嘛。 选前都更3钱，选后2个月来，成立都更推动小组发出半年200场的说明会。这栋淡水东来危险的大楼，10外档市府介入将庭决议，为本来市资产同意降到1半同意就会使。破除所有情面，勇敢的往前走。乡中，你不要去讨好任何人。乡中啊，你不要想说你每一次都想要连任。外部我们尊重别人的看法，然后去适时的调整步伐。 但更重要，你要贴近民意，使民意要来抽象。伫就职100天前，踢到大铁板，要换这款的新门牌啊，和民众讲有够歹。侯友宜先解释讲，上任前就已经发包啊，无法度改变，最后赶紧法庭。以后要安怎将批评变成赞声？侯友宜执政之路考验了真深。